19幾幾，當天跟你天都不理，歡歡喜喜沒有預備別離，只想永遠好天氣。但謝謝現在互相都不討厭，陪情人時候甚至也會致電，無言時談論沒相干的影片，偏不要見面。誰能避免相逝相逝，但離別是否這樣可畏？太多戀愛曾銘心刻骨，未給得到那位。誰還害怕曖昧關係，人言又是否這樣可畏？只怕在擁抱未着迷，最美好的記憶都會浪費，愛過不要浪費。不敢想起識於19幾幾，當天跟你怎麼一起，得到歡喜，始終得不到你，只得最愛的知己。但謝謝現在大家不需戀愛，彷徨時遺下伴侶也要致電，還承認大家樣子一早改變，因此怕相見。